目前他大成香港餐饮管理科的颜灿铁，伫去年12月参加2021加拿大国际餐饮比赛，摕到金牌。伊嘛真感谢各位老师的收听。原本他不是一个很喜欢笑的一个男生，就是酷酷的这样子。那我就要训练他，就是看到镜头或者是看到客人，就是要保持笑容。那还有拿托盘的稳定度，以及说他倒水的每一个平均度，都是我一直都在就是盯的地方。不过，其实颜灿铁原本无想要报名参加大学厝来负担，不过校方知影状况了后，都甲斗3工。经过自己尝试之后，发现做出来的东西很有成就感。练习的话，当然会很辛苦，但是因为是兴趣的关系，所以说没有那么辛苦吧。期待颜灿铁会使保持安尼用功的精神，继续为家己的梦想、还有人生来打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